點樣可以增加你嘅吸引力爆發？30分鐘讓你魅力大開，吸引對的人。哇！有邊個想㗎？分享一下。當你嘅身體銜接到你嘅心靈，就5000倍咯喎。咁呢個已經其實係一個增加你嘅吸引力爆發嘅原因咯喎。OK。咁所以咧，首先咧亦都去好好修練自己咧，就係讓你嘅身體同你嘅心靈合一。OK， 有時身體咧就要靠做先得到嘅，唔係唔做啊嚇。講緊你連結你嘅心靈嘅時候，係佢增加咗呢個5000倍嘅賦能，令到你可以30分鐘讓你魅力大開。我哋而家試下吸啖氣好唔好啊？跟住之後咧，將自己嗰個嘅吸引力發大先，將自己嘅心靈力打開先。我哋試下吸啖氣去到心輪嘅位置，再輕輕呼出。首先我哋可以做一個 checking 嘅。首先我哋平時咧唔吸氣好純粹咁樣，你平時咁樣通常咁樣吸啊，唔知吸咗去邊 ？OK， 吸啊，唔知吸咗去邊。而家咧我哋感受個心，平時可能好純粹咁吸，或者吸啊，唔知去到邊嘅時候，個心有冇呼出嘅能量？冇係咪？有冇熱度？好少咪？好，而家我哋試下吸啖氣去到我哋心輪嘅位置，再呼出。有冇感受到自己好發熱、好暖啊？好暖和啊！好暖和嘅狀態係咪 ？OK，very good。咁呢個咧就將你30分鐘咧，讓你魅力大開啦。所以吸3下，仲要事情做3次。吸啖氣去到心輪嘅位置，再輕呼出。跟住再吸啖氣去到心輪嘅位置，再輕輕呼出。跟住再吸啖氣去到心靈嘅位置，再輕呼出。好，有冇感受到自己放鬆咗同埋紅潤咗啊 ？OK， 咁啊，第一個就係你持續不斷30分鐘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就會讓你魅力大開㗎啦。你就會充滿住能量，有5000倍嘅能量，心能打開，心靈能量打開，你嘅心打開就有5000倍嘅能量啊。OK， 呢個自然送俾大家。OK， 咁跟住之後咧，你就會自然咧容易啲心想事成，容易啲心想事成就吸引你啱嘅人啦。到時咧，你需要落 order 就落啲咩 order 咧？就係落啲啱嘅 order，唔好落一啲我唔要啲乜嘢，我唔要啲乜嘢，我唔要啲乜嘢，唔要嘅嘢就吸引喺你面前，因為越抗拒越持續啊。咁所以咧，你唔好講一啲唔要嘅嘢，唔要啲咩，唔要啲咩，記得留意喎。攞啲我想吸引啲乜嘢，我期待吸引啲乜嘢，呢個係其中一個基本狀態。第二個狀態就係當你第一個 step 就係做好個心能之後啦，咁跟住之後諗一啲我想吸引啲乜嘢，我想吸引啲咩？第三個部分就係我係啲乜嘢，我就會吸引啲嗰啲嘢啦。譬如係我係愛嘅，我就唔係我想吸引愛啦，而係我係愛。跟住之後咧就我會吸引愛咯嘅人咯，愛我嘅人咯。我係快樂嘅，我就會吸引令我快樂嘅人，我快樂嘅人咯，係咪？我係能夠可以好互相幫助嘅，互相協助嘅，咁我就會能夠咩啊？吸引啲協助我嘅人咯。咁首先成為嗰個我嘅部分，我係嘅部分，咁就會容易吸引你想吸引嘅人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吸引嘅人係點嘅時候咧，你就去成為嗰個部分先，成為嗰個部分你就會自然更加容易吸引嗰部分。咁所以第一個 step 就係增加我哋嘅心能啦。吸啖氣去到我哋心輪嘅位置，慢慢呼出，增加我哋嘅心能啦。第二個 step 就係去清走一啲我哋成日話唔想吸引啲咩，唔想吸引嗰啲唔想，因為嗰啲就會繼續持續咁樣越抗拒越持續喺你身上發生。OK，咁所以咧清走佢，去吸引啲我想吸引嘅人，得唔得？我想吸引嘅人，我想講我想吸引嘅人。第三個部分就係我係嗰樣嘢，我係嗰個 being，我係嗰個 talent，我係嗰個能力，
我就去吸引我係嗰個 talent，我嗰個能力嗰個狀態嘅人。咁你嗰個嘅吸引對嘅人呢，就會發生啦。譬如我想吸引靚仔，我首先成為靚女先，咁咪容易吸引靚仔咯。跟住我想吸引呢一個嘅豐盛，我首先成為豐盛先咯。我係豐盛，我就自然會吸引豐盛咯。我想吸引快樂，我首先快樂先咯，我自然就會睇到快樂嘅人，我就會吸引快樂咯。我想吸引愛，我首先成為愛先啦，咁我就會見到愛我愛嘅人咯。跟住之後我就吸引愛咯。祝福大家體驗呢一個 step 啊！如果你想更加清晰點樣做嘅時候，歡迎 feedback。如果幫到你、協助到你嘅，歡迎 like and subscribe and 讚。OK， 讚賞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時間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新出嘅影片啦。下次見。